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晚上举行为国家祈祷会，也请我们在诗歌的当中可以祈祷，在安静的时候可以祈祷。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诗歌，诗歌圣诗413首，但已经黄昏。我们同心来祷告。永生的上帝，在你完美的国度里，没有兵戎相对，只有公义至见；没有强权暴力，只有爱的力量。愿你的圣灵扩展万方，使万民都能聚集在和平人君的旗帜下，同作天父的子女，将国度荣耀归于你，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咱三个来念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七星九个明。
一起来齐应。造万物的主，我们是你的子民，也是这个世界的人民。上帝，你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并将生命的气息赐给他们，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生而平等，在上帝的影下平安保障。耶稣说：“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特别是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是这世界的人民。我们决心保护子孙，免在受到战争的祸害。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慈爱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是这世界的人民。我们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性别平权与各国平权权利的信念。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是生命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是这个世界的人民。我们要在各种自由维度下，促进社会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准。耶稣说：“要爱邻如己，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呼召我们成为一体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是这个世界的人民。我们将会学习忍让，共同生活，彼此成为好邻舍。我们受召成为耶稣和平的使者，他会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请差遣我们，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女，同时也是新的普世公民，以德性引导我们的信念，刚强壮胆，向万国万民说话。求你赐恩典，为着世界的和平、公义的实践、相爱的机会，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阿们。这时，咱来恭读上帝话语，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到28节。恁中间爱做大的，就做恁的妻佣；爱做第一个，就做恁的仆人。拄亲像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侍候，而是来侍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愿上帝的安慰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今天来到立法院的周围，以及来到了教堂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极大的民主的破坏跟风暴，所以很多的公民团体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到这里其实不是一个偶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放不下，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晚祷当中，我透过圣经的这一句话，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非常的有限，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有限的人来参与上帝所托付给我们世人的世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居住。其实在我们的世界的当中，我们时常要去面对许许多多的邪恶。人其实在这世上必须要不断的去奋战奋斗，我们才能够生存。在这样的奋斗的过程里面，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其实在767年的时候，有一个在英格兰的一个学者，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神职人员，叫做阿尔肯。这个人他很特别，他后来成为在英格兰约克大主教的学生，他也成为约克大教堂里面学校的校长。他开始改革学校，特别是教会的教育，也成为现代学校的一个雏形。他当时以7门的学科为基础，他教导了语法、修辞，还有逻辑学，接着还有教导音乐、算术、几何跟天文学。他被视为是平民教育之父。更重要的，他的教育其实我们今天或许还会接触到，比如说他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的课题，他是在讲故事。他说有一个猎人要带着一只野狼、一只羊，还有一包包心菜，要渡河。河边只有一艘小船，只能容许这个猎人一次带一样动物或青菜过去。而且他要注意，他在不在的时候，对岸的野狼就会把羊吃掉，或者是羊会吃掉包心菜。他的问题是说，猎人该如何做才能够让野狼还有羊包心菜能够没有损害的带到河的对岸？这是当时700多年的时候这一个诗人，这个神职人员他所问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新的启发。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启发？因为他知道，也唯有透过教育，人可以不断的去反思，能够有逻辑，才能够与时俱进。所以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今天的讲题 Vox Populi, Vox Dei， 就是人民的声音反映上帝的声音，或者是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个人民的声音，他所讲的是一个经过了反思、经过了逻辑的辩论之后，这个样的声音可以反映出人民心里面，特别在基督信仰里面说，人是用上帝的形象所造，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带有那一种神性的一个声音。人的心里面有神性以及魔性的拉扯。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内在的神性能够高过于魔性，
甚至不被魔性给吞噬。其实我们看到许多人用他的自我中心，或者是说在政党竞争之下，用党的这个利益为主的时候，就是人彰显那个魔性，彰显那个自我中心，高过于那种神性。上帝的心意是要让这世界带来充满的爱，充满的和平。但是人往往以自我中心，以世俗的心理为中心的时候，就会去压迫到众人的利益，或者是说会缺乏爱。所以这个阿昆他提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反思、去辩论，人民的声音，他才能够有理性、有规律的去表达出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立法院里面，没有辩论，没有充分的讨论，其实就没有办法反映出上帝的声音。如果按照这个神学家阿昆他所讲的，如果我们要让人民的声音反映出上帝的声音，就是我们必须要在非常有讨论辩论之下，我们才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人民的声音会不会就是上帝的声音呢？往往却不是这样的。古老的投票主义，简单的投票真的是民主吗？多数决真的是民主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雅典人民他们透过投票公决来处死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判为死刑，这是哲学史上的悲剧。他们是用投票来处决一个人。今天没有经过法庭的审问，没有充分的辩论辩护，就把一个人来裁罚或者是判刑判罪，这不是我们一个文明社会应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反映出人民的声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辩论、深思熟虑的讨论，我们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旨意，这样才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声音。我想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在济南路上、中山南路，或是青岛东路，甚至在上周五的晚上，我们也看到多达10万人走上街头。我们要诉求什么？其实我们只要诉求人民的声音被听见。人民的声音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辩论。民主的制度就是透过不断的去辩论，不合时宜、去侵犯人权的、侵犯自由的，这些都只会成为人民的压迫。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思辨、辩论，我们才能够越寻求出什么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阿昆他讲的 "Vos Populi, Vos Dei"， 他要告诉我们，人民的声音之所以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声音，是因为我们人的内心里面知道人是不完全的，有可能有人的魔性高过于神性，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辩论、说服，好叫人民能够看见什么是上帝合乎上帝的旨意。今天耶稣他在他的时代教导他的门徒一个新的民主的观念。耶稣这样讲说：你们当中谁要当大人物，就得做人的仆人，是一个服侍公仆的概念。我们今天时常在选举当中听到，人民是政府的头家，真的是头家吗？如果按照耶稣的所讲的，你要当领导者，你要当民意代表，一个代议士，你就必须要成为
人民的公仆，是一个仆人的态度。耶稣说：“谁要居首，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它是一个服务。但是我们看到，如果国会的滥权、扩权，这其实不是要当一个仆人。在民主制度走到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概念，无论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都是相互的制衡。为什么要相互的制衡？因为人里面有魔性，那个魔性往往如果是利益结合的时候，他们只会追求自我的利益以及享受，不会去顾及到许多底层人民的需要，也不会去照顾到社会当中受苦的人。也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特别要为台湾，我们的国家，无论是行政权、立法权，或者是司法权，为这些有在上掌权的人、有地位的人来祷告。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能够在人民的声音反映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及辩论之下，这样的声音才能够反映出上帝原来放在我们内心那一个上帝的形象的声音。也盼望各位公民、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国家是上帝交付给我们这有限的人，我们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有限的人来参与他无限的创造。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将我们内在那一种魔性给去除，因为透过晚祷，我们恳求神的神性充满在我们当中。这几天我也看到 train 里面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在说，来到教堂你就可以回血，因为回血你就可以有力气能够再冲一波。确实民主的制度它必须要不断的去付出代价的，就像我们的前辈为我们今天的民主自由付上代价。我们今天聚集在街头，聚集在教会，我们也是在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自己在付出代价。希望在你没有力气的时候，希望在你觉得受挫折的时候，不要忘了，不要让魔性胜过于神性。你可以时常来教会回血，这个回血再次的被神的圣灵来充满。在这里有圣光，在这里有神的神圣，也盼望这神圣的力量加添在诸位的身上，让我们内在的神性高过于魔性，也让我们保持一种神圣性来面对我们接下来的挑战。愿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全能的上主，你一再地呼召年轻人，或去推动变革，或去燃点人类的希望。求你永不使年长者成为阻碍，而拒绝听见年轻的声音，也叫他们不限于权势，以致否定青年的贡献。求你使年轻人们直言不讳，但不至于口无遮拦，使他们持续你所应允的梦想，并活在青年耶稣的灵魂当中。他曾被钉死，而现今掌管万有。阿们。我们来唱圣诗565首，缓书边缓漏。
在今晚的晚祷的最后，我们要唱这一首We Shall Overcome。这一首诗歌是在上一世纪的60、70年代，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他带领美国的人权运动。这一首诗歌是一个福音诗歌，是一个受差遣的诗歌。这一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胜利，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胜利。也因着这样的信念，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世界，甚至在台湾，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The Lord will see us soon. The Lord will see us soon. To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今天晚祷到此，我们可以静默来代祷。如果有需要代祷的朋友，我们在门口，有教会的伙伴可以为你陪伴你，为你祷告。
如果要留在教堂里面安静的人哈，我们可以坐下来安静。那在门口有教会的同伴穿黄色背心，教会的同伴可以为大家来祈祷。